究竟我哋咩叫做口業呢？嗱，你記住，培養一個人可能要講1000句説話，但係毀滅一個人嘅時候，可能只係需要1句説話。究竟你係俾自己擺高咗，定係撳低咗人哋呢？嗱，我並唔知道。打一個嘅比喻例子啊，人呢，有一啲人係特別差嘅，譬如可能佢自己有頭髮，就會成日串人哋冇頭髮啦。佢自己又塊面好靚，就會串人哋濕疹啦。佢係高過人哋嘅時候咧，又會串人哋矮啊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呢一種人咧係最容易折墮嘅，因為個天已經俾咗一啲嘢你優勝過人哋，而你仲要自卑到用自己優勝嘅地方去講人哋嘅缺點。咁你諗下，你自己嗰個嘅格局同埋你自己嗰個包容量，其實係幾咁細咧？要知道，好多時候你建立咗好多嘅説話，先令到佢同你嘅關係可以好好咁樣和諧相處，包括兩公婆啦，或者公司嘅同事，甚至乎朋友。但係如果你突然間你嘅自我膨脹高咗、放大嘅話，一句係可以殲滅晒你1000句嘅所有嘅説話嘅一直嘅培養養分。要知道，説話就等於種子咁樣，一粒一粒咁樣慢慢去灌溉、去成長，先變成一棵大樹。但係你一句説話就好似一把鋸咁樣，一下咁樣成棵樹就冧咗啦。究竟你係一個會傷害人嘅人呢，定係會培養別人嘅人呢？呢個就睇你生命嘅智慧。好片記得分享及留言。